我發現我本手記上面寫住一句話，一定要殺死妹妹，千祈唔好心軟。我覺得好不可思議。妹妹係個殘疾人士，我錫佢都嚟唔切，點會寫低殺死佢咁惡毒嘅說話？無幾耐，我喺完全清醒嘅狀態下，攞住把刀斬向門面。今日執屋嗰陣，我喺書櫃底翻到一本手記，本嘢上面得一句話，一定要殺死妹妹，千祈唔好心軟。啲字寫到好草，好似係趕時間寫低咁，但我好肯定呢啲係我嘅字跡。妹妹天生兩條腿長短不一，搞到身體傾斜，行路嗰陣搖搖下。佢係個殘疾人士，我錫佢都嚟唔切，又點會寫低要殺死佢呢啲咁惡毒嘅話？我用力拍自己個頭，但點都諗唔翻起係幾時寫落去嘅。家姐，妹妹突然喺我後面出現，佢喺我耳邊悠悠咁講：我肚餓啊！我嚇咗一跳，即刻合埋本手記。我呢度有餅乾，你食唔食？唔食。妹妹搖咗搖我膊頭，我想同家姐玩捉迷藏，我呆咗一呆，因為對腳唔方便。妹妹平時只係中意玩手記，點解而家會提出玩捉迷藏呢啲咁大動作嘅遊戲？見我冇出聲，妹妹即刻變面，用力躲咗躲腳，有啲緩慢咁話：我要玩捉迷藏。好啦，我嘆咗口氣，唯有應承佢。家姐，你匿埋先，我嚟搵你。妹妹避下避下咁行出去，行到門口嗰陣，佢歪埋個頸，裂開口笑住話：嘻嘻，搵到家姐，我要食肉，要大啖大啖咁食肉。我臉色即刻變晒，唔多妥，妹妹好唔多妥。佢以前喺鄉下見過殺豬嘅場面，之後發誓再都唔食肉，但佢而家竟然主動話要食肉。19。三到數嘅聲令我回過神嚟，殘疾令到妹妹脾氣有啲大，我一直都遷就住佢。頭先我應承咗同佢玩捉迷藏，如果佢見到我冇理埋，一定會好嬲。我喺房入面掃視咗一圈，呢間房唔大，得衣櫃、床底同窗簾後面可以拎人。最後我決定捐入張椅床底，呢度隱蔽得嚟又黑，妹妹好大機會搵我唔到。啱啱拎好，妹妹就已經推門入嚟。家姐，我入嚟啦喎。我屏住呼吸，下意識將個身再移入床底深處。隨住我移動，我手掌摸到一拍軟綿綿但係又亂糟糟嘅頭髮，我一驚即刻縮手。呢一撇頭髮係妹妹嘅洋娃娃嚟。好快我就推翻咗呢個諗法，因為我聞到呢啲頭髮上面傳嚟一陣淡淡嘅血腥味。幾乎係同一瞬間，我諗起個洋娃娃俾妹妹整斷咗個頭，嗰個洋娃娃係冇頭嘅，咁我摸到嘅係咩？我震住咁開咗部手機，借住手機熒幕微弱嘅光，我見到一個俾人鋸開咗嘅人頭。我喺度失聲尖叫，人體對恐懼嘅強烈反應，令我好似此刻咁弓起個身痕，一聲彈咗出去。我大啖大啖咁唞氣，手指震住咁想打俾爸爸求救。啱啱撳到通訊錄，一對蒼白嘅細手由我頭頂直直垂落嚟，佢用力搶走我部手機，冷冰冰咁話：家姐，我未揾到你，你應該擅自出嚟。我抬頭見到妹妹趴喺床上，佢倒勾住個頭，眼向下，嘴向上，用一個好詭異嘅樣望住我。你咁樣唔守捉迷藏嘅規矩，係會受懲罰。妹妹個樣令我覺得好陌生，但恐懼令我失去咗思考能力。我退後住咁指住床底，床下面有嘢。伸手嗰陣，我先發現自己手掌血淋淋、黐粒粒，係血，一定係頭先嗰個人頭嘅血。我把聲震晒，妹妹，你快啲走。妹妹冇照做，佢對眼向上翻，狠狠咁盯住我，微微張開口，重複話：唔守規矩，你會受懲罰。佢呢個樣竟然令我覺得好驚，我爬起身拉住妹妹跑出房。之後我趁佢唔留意攞翻部手機打俾爸爸，但爸爸電話冇人接，我又打俾媽媽，一樣係冇人接。我唔死心，再咁重新撥號，嘟嘟嘟，一陣輕微嘅手機震動聲傳入我耳仔，我側耳聽震動聲係由廚房傳過嚟嘅，但係屋企明明得我手上呢部手機。咁點解廚房會有手機震動聲？唔通係爸爸媽媽提早返咗嚟？我冇懷疑太多，匆匆忙忙跑去廚房。震動聲越嚟越大，我留意到把聲係由廚具入面傳出嚟。廚具係一個白色焗漆具，喺煤氣爐下面，容量好大，入面好空。爸爸同媽媽唔喺廚房，
撳佢哋部手機，點會喺煤氣爐下面個舉入面？更令我覺得唔對路嘅係，白色舉門手柄位有4條好刺眼嘅血痕，床底有人頭，廚舉手柄有血跡，冷汗由我背脊滲出嚟。我只係覺得自己喉嚨好似俾一對無形嘅手捏住咁，連呼吸都覺得困難。我深呼吸一啖，一步步向舉門行過去。啱啱摸到手柄嗰一刻，我背脊突然俾人拍咗一下。可可，你喺度做咩啊？我嚇咗一跳，騰一聲企返起身，擰頭望向後面，只見爸爸推咗推鼻梁上面副眼鏡，笑住問我係咪因為爸爸收工返遲咗，所以你準備自己煮飯食啊？爸爸嘅出現令我嘅驚恐同寒意散去咗唔少。我抱住佢條腿，震住咁話：屋企係咪有人死咗？我喺床底見到人頭啊！爸爸嘅笑聲打斷咗我嘅話，佢摸咗摸我個頭，無可奈何咁話：床底點會有人頭啊？你係咪因為就快中考，壓力太大睇錯咗啊？唔可能。我係咁搖頭，伸出嗰支血淋淋嘅手掌俾爸爸睇。爸爸，你睇下，我手上仲沾住嗰個人頭啲血啊！爸爸嘅笑意即刻消失晒，佢神情嚴肅咁握住我指手，行，我哋去睇下。我哋一齊去咗房。爸爸開咗燈，仲用佢部智能手機開咗電筒模式。我都要睇下係邊個喺度扮神弄鬼。爸爸一邊講一邊彎腰向床底照，我下意識緊緊合埋眼咁望入去。我好驚，但過咗好耐，爸爸都冇反應。我忍唔住問爸爸：你見唔見到啊？沉悶嘅聲傳嚟，見唔到喎。唔可能嘅，我忍唔住彎低腰，歪埋個頭望入床底。啱啱低頭就正正對住嗰個人頭，我好似癲咗咁大叫，係死人頭啊！可可，你冷靜啲。爸爸由床底爬返出嚟，佢將個人頭拖出床外，拍住我膊頭話：可可，你睇清楚啲，呢個唔係人頭，只係一個石膏冇第人嘅假頭。我雙手遮住塊臉，係咁搖頭話唔信。我耳邊傳嚟妹妹跺住腳拍手大笑嘅聲。家姐真係膽小鬼，連架頭都驚。爸爸繼續安慰我：可可，呢個石膏頭只係妹妹同你開嘅玩笑，你唔好擺心。過咗好耐，我驚魂定咗少，透過指縫仔細望下床邊嗰個頭，邊嗰個頭喺光線充足嘅情況下，我留意到呢個頭表面係灰白色嘅石膏泥，石膏泥好似係啱啱凝固無耐，上面仲印住我嘅指紋。我鬆咗口氣，係我睇錯咗。只係我對住爸爸攤開雙手，提出疑問：點解我隻手全部係血？家姐真係蠢，呢啲係淤血嚟。妹妹踢咗踢個石膏頭，笑住話：我喺馬路執到呢個俾人掉咗嘅石膏像，覺得好玩，所以抹咗啲淤血，專登下嘅啫。家姐真係俾我嚇到傻咗啊！爸爸咳咗一聲：愛，你以後唔可以再做呢啲頑皮嘢啦，知唔知？妹妹都住咗一副唔情願嘅樣，跳下跳下咁行出房。爸爸，我肚餓啊，要食肉肉。黐開房嗰陣，我心有餘悸咁回頭望咗地上面嗰個頭一眼，唔知係咪我錯覺，嗰個頭對紅眼珠好似係散嘅咁，無論我點行，佢都靜勾勾咁盯住我。我叫爸爸將個石膏像丟咗佢，但爸爸唔肯，話好多有錢人都收藏呢啲石像。但係我哋屋企細，冇地方放，唯有再次將佢塞返入床底。我只能夠夾硬忍住恐懼去接受佢嘅存在。飯台上面，我發現今日啲餸比平時豐富好多，一碟辣椒炒肉，一碟木耳炒肉，仲有一大煲香菇燉排骨湯，成台都係肉。但我哋屋企環境其實唔好，一家4口平時只係食2味餸，今日又唔係咩大時大節，點解啲餸會咁豐富？我嘅疑惑冇持續好耐，排骨湯真係太香啦！自從爸爸俾公司裁員，要靠揸呢啲補貼家計之後，我仲係第一次食到大排骨。我急不及待夾咗一嚿排骨，準備食嗰陣，佢聞到一陣未煮熟嘅血腥味，呢陣味令我胃口全消。我準備滗啲湯飲，呢一個金色嘅心形頸鏈墜隨住啲湯跌入我個碗，吊嘴，我攞翻佢出嚟，媽媽條頸鏈墜點會喺肉湯入面？呢個係掛喺老婆條頸度嗰條鏈啊！
未等我出聲，爸爸已經由我手中攞走個吊嘴。佢有啲納悶咁自言自語。佢前2日先話條鏈唔見咗，估唔到竟然跌咗入湯碗。爸爸嘅話並冇令我放鬆，莫名嘅擔心好似一條有線咁，密不透風咁纏住我。我忍唔住問爸爸媽媽呢？媽媽已經3日冇返過屋企啦，點解佢仲未返嚟？爸爸抬頭望咗我一眼，媽媽係護士啊，最近疫情反彈，醫院需要佢，所以佢冇時間返嚟。爸爸嘅解釋聽落好合理，但我唔係幾信。媽媽做嗰間醫院先屋企坐巴士都係1個鐘。以前疫情最嚴重嗰陣，佢都會堅持每日返屋企。而家我已經好耐冇見過佢，對媽媽嘅擔心令我忘記咗肚餓。我企起身想走。呢個時候，我眼尾餘光見到辣椒炒肉入面出現咗一條指骨，下一秒一對木筷子夾住咗佢，直接塞入嘴。爸爸一邊嚼一邊話：呢個係野味，松鼠條尾，好食到不得了。我試探咁問：係咩？點解睇落咁似？爸爸停咗口，鄙視住我，佢眼神失去咗以往嘅溫和，充滿住野性同攻擊性。呢一瞬間，我意識到自己好弱小，我即刻解釋。爸爸，前排我睇過一套食人肉嘅戲，所以先開下玩笑。爸爸伸手摸咗摸啲頭髮，沉聲話：可，有啲玩笑係唔可以亂開。我點點頭，又急住問：爸爸媽媽幾時返啊？我好掛住佢啊！爸爸放低筷子，攞出手機打俾媽媽，佢開咗擴音：喂，老婆，可掛住你啊！你幾時返？手機嗰頭把聲有啲嘈。媽媽話最近醫院比較忙，過段時間我返嚟俾個大驚喜你哋。媽媽把聲令我嘅擔憂全部消失，我重新坐反低，鬆咗口氣。可能係我前日睇香港片人肉叉燒包睇到有心理陰影，搞到睇咩都疑神疑鬼。加上媽媽幾日冇返，就覺得媽媽俾人剁咗做嘢食。掛完電話之後，爸爸望咗我一眼：媽媽冇事，你而家放心啦。我覺得好尷尬。好唔好意思咁笑咗笑，對唔住啊爸爸。雖然肯定咗媽媽冇事，但呢餐咁油膩嘅肉餐，我始終冇胃口食落去。飯後我返到房準備溫書，佢發現妹妹坐喺凳度睇緊我本手記，我心入面落單一聲，如果佢見到我寫住要殺死佢，估計會向爸爸告狀，煩死我。但出乎意料，妹妹嘈，佢發覺我入嚟，緩慢咁轉過頭，悠悠咁話嘅啫。你頭先好似冇乜食飯喎，咁好食嘅排骨，你點解唔食啊？我搖搖頭，我唔肚餓，唔想食。妹妹企起身，一字一字咁話：家姐，你唔食，你一定會後悔。我沉默咁執書台，我屋企唔大，係標準嘅700幾尺2房單位，我同妹妹瞓一間房，我瞓上格床，妹妹瞓下格。呢晚妹妹好早瞓，我餓到點都瞓唔着，我又開始掛住媽媽。如果媽媽喺度，佢煲嘅豬肉湯一定唔會出現煮唔爛嘅情況。深呼吸一啖之後，我正準備起身食啲餅乾，呢個時候我聽到一陣窸窸窣窣嘅聲，妹妹起身啦，佢順住床梯爬到我床頭邊，語氣好急促嘅啫。家姐，出大件事啊，你快啲醒啊！出大件事，屋企好端端，可以出咩大件事？我覺得妹妹係想着我。所以下意識緊緊合埋眼，扮到瞓得好死，冇回應佢。妹妹見我冇反應，佢爬返落床梯出咗房。佢攝手攝腳嘅樣令我覺得唔對路。妹妹好懶，平時只要躺喺床，就算尿急都唔會漏床出房。但而家佢喺確定我熟睡嘅情況下黐開，顯然佢係有嘢瞞住我。我忍唔住翻身落床，匿喺門後面。客廳冇開燈，但我聽到妹妹講嘢嘅聲。佢話：爸爸，我哋連家姐都殺埋啦。聽到呢句，我既震驚又憤怒。我咁錫咁愛嘅妹妹，竟然想要殺我。我幾乎控制唔住自己，想衝出去鬧死佢。快要拉開門嗰一瞬間，我腦入面再次重複妹妹講嗰句話。佢話我哋連佢都殺埋啦。重點喺個連字同埋字，呢個意味住妹妹同爸爸喺想殺我之前已經殺過人。冷汗聲一聲由我背脊升起，我感受到濃烈嘅恐懼。爸爸同妹妹係咪殺死咗媽媽？媽媽一定係死咗。晚飯嗰陣，爸爸打俾媽媽嗰個電話短暫咁迷惑咗我，但而家我突然諗起，爸爸為咗慳電話費，
平時都係同媽媽開 WeChat 視像嘅，唯獨今晚佢嚟打電話。媽媽嘅死，爸爸同妹妹對我嘅謀殺，令我絕望到窒息。我想跑，但佢哋就喺門外。我冇落開頭，爸爸殺咗嘅啫啦。佢已經開始懷疑我哋啦，我哋殺咗佢啦。透過門啦，我見到妹妹正搖住爸爸隻手，語氣帶住撒嬌同哀求。爸爸冇出聲，佢玩緊手機，手機熒幕微弱嘅光影到佢塊臉一片慘白。突然間佢抬起頭，眼神一喐都唔喐咁盯住我對眼同佢對上咗。佢發現我啦，我個心怦怦狂跳，幾乎要跳出胸腔。但萬幸嘅係，爸爸冇其他舉動。我意識到我透過門罅可以見到爸爸，但爸爸未必見到門罅入面嘅我。爸爸殺咗佢啦，好似我哋殺死媽媽咁殺咗佢。妹妹仲喺度哀求，我死死咁咬住唇，眼淚無聲咁流出嚟，血腥味充斥住我喉嚨，沖淡咗我嘅恐懼同憤恨。而家我得一個念頭，我唔可以死，我一定要好好生存落去，所以我唔可以俾佢哋發現我喺度偷聽。我極力平復呼吸，輕手輕腳行返去床邊，啱啱行開就聽到爸爸無可奈何嘅嘆氣聲。愛愛，你係咪同你家姐一樣，恐怖片睇得多得滯啊？你媽媽冇死，佢仲喺醫院返緊工，仲有佢係你嘅啫，你要尊敬佢，唔可以喐啲就話殺佢。隨住我行開，爸爸把聲越嚟越細，我心入面升起疑惑，聽爸爸嘅意思，媽媽冇俾人殺。咁就係妹妹嘅問題啦，妹妹係咪癲咗？我有一次諗起手機上面嘅內容，一定要殺死妹妹，千祈唔好心軟。返到床上，我緊緊合埋眼，只係覺得自己好似喺黑暗暴風雨中漂流嘅船，充滿恐懼同被動。但可以肯定嘅係，妹妹對我一定有惡意。至於爸爸，就憑佢打嘅係電話而唔係視像，我就明白，我唔可以全信佢。我深呼吸一啖，只希望天快啲光，一光我就走學去醫院揾媽媽。只要見到媽媽，一切就真相大白。家姐，真係出大件事啊！你唔好扮瞓啦。喺我思考緊嗰陣，妹妹把聲好似幽靈咁傳入我耳仔，我嚇到連呼吸都停咗一瞬，但我仲係極力保持平靜，繼續扮瞓，冇睜開眼。原來真係瞓咗。妹妹冷笑一聲，隨後傳嚟佢躺喺下架床冚被嘅聲。佢返去瞓啦。我鬆咗口氣，啱啱睜開眼就靜靜對住床梯位，猛然伸出嚟嘅人頭，嗰個頭上面有一對充滿興奮嘅眼珠。佢大開個口，喉嚨入面並出令人心驚膽戰嘅說話：家姐，我等咗你好耐啦。我全身即刻繃緊，尖叫聲幾乎衝口而出，但我極力強忍。我塊臉極力保持啱啱醒過從懵樣，但把聲始終喺度震。妹妹，你喺度做咩啊？點解好端端爬到我床頭？你唔好扮啦！妹妹突然走喺我身上張被，陰森森咁話：臨瞓前你對鞋尖向外，擺得整整齊齊，但而家床底對鞋係亂晒嘅。你講呢啲嘢係咩意思啊？我一邊講一邊上起床，但妹妹早有準備。佢罩起張被，猛咁罩住我個頭。你偷聽咗我同爸爸嘅對話，你應該即刻去死。黑暗籠罩住我對眼，空氣逐漸消失，窒息感傳嚟。妹妹要悶死我，我再顧唔得咁多，使出全力，狠狠咁亂踢妹妹。對佢出手嗰一瞬間，我明白咗手記嗰句話嘅意思。我不殺妹妹，妹妹就會殺我。妹妹對腳踩喺床梯，佢上半身係懸空嘅，加上佢對腳殘疾。所以佢根本唔係我對手，俾我踢到滾落床梯。沉重嘅身軀落地聲同埋佢痛到尖叫嘅聲傳入我耳仔。我迅速翻身落床，嚟唔切着鞋，一心想跑出房，但一對強而有力嘅手扣住咗我嘅話。妹妹對眼通紅咁大意：爸爸，爸爸快啲嚟！佢偷聽到我哋講嘢啦，我哋一定要殺死佢！放手啊！我試圖踢開妹妹，但佢好似塊香口膠咁。點都甩唔掉，我必須速戰速決，否則爸爸一嚟，我就徹底變成砧板上嘅魚，俾佢哋宰割。情急之下，我走起側邊個床頭舉，狠狠向妹妹對手砸過去。妹妹反應好快，喺我舉砸落手之前已經重開咗我。我趁機迅速跑到門外，只要拉開大門，我就跑得走。但令我感到憤怒又絕望嘅係，
平時輕易拉得開嘅木門，而家沉重到好似鐵塊咁，點都開唔到。家姐，你走唔甩。妹妹爬起身，佢手入面唔知幾時多咗把閃住寒光嘅刀，佢拖住紙跛腳，一步步向我行過嚟，冷冷咁話：家姐，你唔係最錫我咩？俾我殺死，你應該心甘情願，係咪？我瞳孔收縮，捏緊拳頭向周圍望，但屋入面根本冇任何嘢可以俾我防身。家姐死亡唔痛苦，你放心啦。妹妹黐我越嚟越近，臉上帶住志在必得嘅獰笑。呢次我有經驗，一刀就劃喺你喉嚨，我唔會等你好痛。冷汗已經浸透咗我件衫，我緊緊靠住門，一粒突出口嘅釘掛住我背脊。呢粒係三架釘，為咗慳位，媽媽會將我哋常着嘅衫用三架掛喺釘上面。我雙手向後捉住掛喺釘上面個三架，隨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熄咗燈，房入面即刻一片漆黑。妹妹把聲暴露得嚟又帶住輕蔑嘅啫。你做嘅一切都係徒勞，你走唔甩，你終歸都要死喺我手入面。佢手入面有刀，我明白同佢夾硬嚟，我一定食虧。妹妹，你係咪唔開心啊？係咪因為今日你生日，我冇送禮物俾你，所以你想殺我？我悄悄移動腳步，試圖分散佢注意力。你知唔知啊？我有準備禮物俾你，就喺衣櫃入面，係一套全新嘅洛麗塔公主裙。妹妹唔止一次同我講，佢想要洛麗嘅衫。而家房門打唔開，我只能夠試下用佢心心念念嘅衫吸引佢。等佢行去衣櫃方向，我再趁機控制佢。妹妹笑聲沙啞又刺耳，好似破碎嘅瓷碗喺地板摩擦嘅聲。佢冷冷咁話：我殺咗你老母，你竟然仲諗住用啲爛衫嚟討好我？你呢個大孝女，仲係快啲落地獄陪你老母啦！伴隨住呢句話，一陣尖都似穿空氣嘅聲響，我塊臉劈過嚟。話時話嗰時快，我迅速側頭，但把刀鋒利嗰邊仲係劃過我塊臉，臉頰傳嚟火辣辣嘅痛，溫熱嘅血無聲咁流落嚟。呢啲血好似汽油咁，再都撳唔住我心入面嘅憤怒。林愛愛，我怒敲佢個名，雙手攞住已經拉大咗面積嘅衫架，用力向佢條頸套過去。林愛愛冇防備，鐵絲衫架箍住咗佢喉嚨，佢掙扎住，一手捉住衫架邊，一手揮都不斷向我身上插。我同佢保持距離，抓緊衫架，冇半點猶豫，咁用力狂跑，咔嚓，佢喉嚨深處傳嚟輕微嘅聲，好似喉骨碎咗咁。林愛愛竟然冇再掙扎。我停咗落嚟，人條頸本來就脆弱，我突然發力，唔會殺咗佢啩？唔可能，佢咁狡猾，點會咁易死？架住鐵衫架，我再次用力勒住林愛愛條頸，佢依然一喐都唔喐，睇嚟真係死咗。我搶走林愛愛手上把刀丟喺地，我大啖大啖咁唞氣，呢一刻我冇半點驚慌，我只係做咗我應該做嘅嘢，為母報仇。過咗一陣，我左手捉住鐵衫架，右手攞住刀，行去開咗房燈，燈着咗，房入面恢復光亮。但本來應該躺喺地上面嘅林愛愛竟然唔見咗，佢係揸死。我呼吸急促，對眼喺呢間細房入面搜索，房入面可以匿人嘅得床底、衣櫃同窗簾後面。妹妹，你中意玩捉迷藏係咪？我對眼不斷掃視呢三個匿藏點，把聲緩慢咁話。呢次到我捉你，如果我捉到你，你都要受懲罰。話音剛落，我迅速向窗簾行過去。林愛愛係唔可能匿喺床底或者衣櫃，佢入床底會有衫摩擦地板嘅沙沙聲，但頭先我聽唔到，更加聽唔到開衣櫃門嘅聲，所以林愛愛只能夠匿喺黐佢唔遠嘅窗簾後面。嘿，我對準窗簾凸起嘅位，攞住把刀狠狠咁插落去。但係並冇預期中嘅痛叫聲，林愛愛唔係匿喺呢度，我額頭冒冷汗，即刻警覺咁望向後面，後面冇人，佢究竟匿咗喺邊？呢一下唔中，我唔可以再貿然出手，我驚佢匿喺某個陰暗角落，趁我不備偷襲我要激佢出嚟，我決定辱罵佢，挑釁佢，佢年紀細，好容易俾我激嬲。妹妹，你打我唔贏，所以而家做縮頭烏龜，你埋咗。你咁冇用，但又咁殘忍無情，你真係連狗都不如。你要知道，狗仲識得忠心耿耿，但你呢？
竟然狠心殺咗自己媽媽。住口！我嘅挑釁起咗作用，林愛呆咗，佢把聲由衣舉同窗簾拉位傳出嚟，佢顯然唔打算再拎，用力拉開窗簾，惡狠狠咁盯住我話：李翠萍唔係我媽媽，佢只係我繼母，佢對我根本就唔好，佢嫌我丟架，因為我係殘廢，佢從來唔買衫俾我，我身上着嘅每一件衫都係你着成嘅。林愛愛睇落好狼狽，佢喉嚨有一道好深嘅青紫色勒痕，但仲係施壓咁大意。我恨李翠萍，我更恨你，你哋兩母女都係一樣咁衰，我做夢都想你死。佢對我嘅恨意唔係假嘅，嗰種係滔天大恨。如果呢種恨可以化成刀，我肯定死咗幾千次。呢一刻我覺得好難過。林愛愛覺得媽媽嫌棄佢，所以叫佢着我啲舊衫。但佢邊度知，自從爸爸被公司裁員、創業失敗食晒錢之後，媽媽都冇錢買新衫俾我。我正值青春期，高得好快，着嗰啲牛仔褲短到露咗大半截腳踝。媽媽一直叫我忍下，佢成日話等爸爸返返去企業高管個位就可以俾我着新衫。但我知呢個係唔可能嘅，爸爸創業失敗，欠咗銀行好多錢，因為還唔到款，變咗黑名單。唔會再有大公司請爸爸啦，爸爸呢一生只會喺還債入面度過。但就算屋企咁艱難，每逢林愛愛生日，媽媽都會買個細蛋糕俾佢。我作為媽媽親生女過生日，佢都冇買過蛋糕俾我。媽媽真心對林愛愛好，佢幾次生返同我講，話林愛愛由細冇咗生母，好可憐，要我當佢親妹妹咁好好對佢。但林愛愛呢，恩將仇報。我嘆咗口氣，想解釋媽媽嘅唔容易。佢見到林愛愛外公起個身，頭貼住地板，用一重扭曲嘅姿勢爬喺地。我嚇咗一跳，以為佢要出咩怪招害我，但估唔到佢只係爬喺地攞床底嗰個石像頭。你睇下，李翠萍幾可憐。我殺咗佢之後，親手喺佢頭上面淋咗石灰膏。林愛愛爬起身，一臉譏笑，拖住紙跛腳向我行過嚟。你睇下我整嘅石膏藝術頭像係幾咁完美，完美到連佢親生女都認唔出佢啊！你去死啦！我捏住把刀，毫不猶豫向林愛愛衝過去。呢次我唔再猶豫，只求佢死。我激嬲林愛愛嘅同時，佢都激嬲咗我。喺我衝向佢嗰陣，佢高舉住個石膏頭，顯然想用個頭砸我。但我理都唔理，我最多受啲傷，林愛愛卻會直接俾我插死。喺房門突然俾人打開，爸爸衝住我哋大嗌：你哋喺度做咩啊？林愛愛大喊：爸爸，佢咩都知晒啦！爸爸快啲幫我殺咗佢！爸爸怒斥林愛愛唔好亂講嘢，隨即佢望向我，柔聲話：可可，你唔好聽你妹妹言亂語，你知你妹妹有輕微精神病。我冷笑住聽林國華解釋，我很明白頭先房門我打唔開，就係因為佢喺門外做咗手腳。而家我手入面有刀，林愛愛處於劣勢，所以佢就跑出嚟，試圖軟化我。可可，你要相信我。林國華攞出手機，當住我面迅速撥打 WeChat 視像電話。佢話：可可，你而家唔信我，但你都應該信你媽媽啩。視像電話通咗。手機個頭傳嚟媽媽熟悉嘅臉，佢睇落好似化咗妝，面色好好，皮膚好白，對眼大咗少少。佢詫異咁望住我哋問：發生咩事啊？可可，你同妹妹係咪打交啊？點可以咁快啲放低把刀？我嘅眼淚不自覺流咗落嚟。真好，媽媽仲生存。咁頭先發生嘅一切都係精神病發嘅妹妹搞出嚟嘅鬧劇。我鬆咗口氣，充滿委屈咁問。媽媽，我掛住你啊！你幾時返啊？媽媽眨咗眨眼，笑住話：可可，等陣媽媽就返屋企啦。咁尾返嚟嗰陣，可唔可以買杯我掛咗好耐嘅芒果布啲奶茶俾我啊？媽媽毫不猶豫點點頭，好啊。爸爸呢才有些無奈咁話：可可，而家你信我講嘅嘢啦。我信啦。我轉過身，唔好意思咁對住林愛愛笑咗笑。對唔住啊，妹妹。林愛愛低頭，睜大對眼，滿臉恐懼同震驚，因為我手上把刀已經插咗入佢個肚。林國華驚天動地嘅吼聲亦都傳出嚟，佢向我衝過嚟住手啊！你唔好過嚟，
我大拇指用力按喺林愛愛個傷口度，衝住林國華大嗌，否則你行一步，我就將把刀插心一寸，快啲住手啊！林國華仲喺度大喊：你媽媽冇死，你點解要殺你妹妹？你呃我！我憤怒咁話：頭先視像嗰個人係你搵人化妝假扮嘅。媽媽知我芒果敏感，佢從來唔會俾我食任何有芒果嘅嘢。隨後我掹翻把刀出嚟，有一次插進林愛愛身體，出乎意料，林愛愛傳出嗰聲痛叫之後，竟然冇其他反應。佢表情好怪，好似唔覺痛咁，臉上甚至帶住笑，好似頭先我把刀插嘅唔係佢身體。但我嚟唔切疑惑，我感到自己個頭開始全力刺痛，好難受，好似有一支20厘米長嘅油針，一點點結入我個腦，好痛，個頭痛，頭痛欲裂，疼痛令我丟低咗把刀，抱住頭蹲喺地。我感到周圍一切都喺度扭曲旋轉，燈開始變得忽明忽暗。遠處嘅林國華好似俾人固定咗手腳咁，除咗對眼射出怨毒之外，其他五官四肢竟然冇再喐。而眼前嘅林愛愛就低頭望住我，佢臉上嘅笑容好似凝固咗嘅石膏模咁，僵硬到極點。頭痛令我大叫，天花板盞燈徹底熄咗，我暈咗過去。ICU搶救室入面，一個全身插滿氧氣喉嘅女病人俾人推咗出嚟。病人年紀唔大，大約13、14歲。側邊個護士將佢推咗出嚟之後，忍唔住嘆咗口氣，總算搶救返啦。係，佢都真係幾可憐。另一邊個小護士問：你係話佢一家4口，除咗佢之外，其他人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晒，所以先可憐。如果只係中毒死咗，都未算可憐。老護士細聲話：我聽講佢係重組家庭，佢爸爸教唆患咗精神病嘅女，殺死咗佢媽媽，仲將佢媽媽整咗做餸。小護士不可思議咁搖頭，呢個女仔有咁樣嘅後父，真係太恐怖啦！躺喺病床上面嘅我，眼淚控制唔住咁流出嚟。頭先係ICU搶救嗰陣，我做咗個夢，夢入面係無數次嘅循環。每一次循環嘅夢入面，都係我同梅玩捉迷藏。我啲床底發現人頭，爸爸出現，上枱食飯，最後我俾梅梅殺死。我為了擺脫循環，實施自救，喺手記上面寫咗嗰句話：一定唔可以心軟，一定要殺死梅梅。最後一次夢境入面，我發現咗手記，終於殺死咗梅梅。護士將我推入病房休息。我躺喺床上，腦海中卻冷不防浮現咁樣一句話：貧窮真係可以毀滅一個人。林國華仲係企業高管嗰陣，佢同媽媽好恩愛，但自從佢創業失敗之後，高壓嘅房貸、車貸壓到佢同媽媽感情不和，佢幾乎每日都同媽媽嘈交。媽媽問佢：今日你揸呢啲揾咗幾多錢？過2日要交房貸啦，我哋要努力交。媽媽講嘅短短幾句迫在眉睫嘅交錢說話，喺敏感嘅林國華眼入面，潛台詞係：你真係好廢，揸呢啲都揾唔到錢。以前做高管仲負擔得起幾百萬房貸，而家打腫臉充胖子啦，俾唔起咯。無論媽媽講咩，林國華都認為媽媽係嫌棄佢，睇佢唔起，所以每分每秒佢都喺度同媽媽嘈。直到有一回大嘈之下，林國華喺媽媽飲嘅水入面落咗迷藥，仲強迫妹妹殺死媽媽。妹妹唔照做，林國華就打佢。喺佢睇嚟，妹妹未成年，而且患有間歇性精神病，殺人係唔犯法嘅。媽媽死咗之後，林國華唔敢丟條屍出去，選擇咗分屍蠶食。林國華從來唔煮飯，但佢卻破天荒喺廚房燉肉湯。肉湯滾起，水就出嚟，熄咗煤氣爐火，一氧化碳產生。佢端住肉送上台嗰陣，我要咗湯，卻見到心形吊嘴。我察覺到唔對路，就唔想食。當晚林國華鎖住房門，教唆梅梅殺咗我。我本來以為我會死，卻估唔到廚房入面嘅一氧化碳黏埋咗成間屋。我妹妹林國華，我哋3個人全身手腳發軟，連爬嘅力都冇。我哋3個齊齊都喺房入面，因為我喺屋入面時間唔長，吸嘅毒氣唔多，所以先僥倖生存落嚟。但生存落嚟又可以點呢？人生路漫漫，我失去咗當我係寶嘅媽媽，以後再冇人庇護，我徹底變成咗路邊嘅野草。
臨死時，林過華嘅獨白卡：我家庭條件唔好，但我勤奮努力，刻苦學習，終於成為村入面唯一嘅大學生。畢業後，我努力工作，勤勤懇懇成為企業高管，年薪過百萬。我春風得意嗰陣，村入面啲人都羨慕我，誇獎我。我又在事業最高點，貸款買咗一套300萬嘅房，同埋一架40萬嘅車。我後生嗰陣暗戀過嘅校花嚟搵我，話要同我一齊。校花唱得仲係好靚，加上男人內心潛在嘅虛榮心，令我同校花結咗婚。我想呢個大概係我人生最快樂幸福嘅時候，但好景不常，我同校花一齊半年，佢竟然懷咗7個月身孕。嗰一刻，我先知我俾人戴咗綠帽。我很想殺死校花，但睇住佢嬌的咁喊住求饒，保證一定愛我，對我好，我鬼迷心竅，仲係同校花一齊。但自此之後，我唔再係觀音兵，我喐啲就打鬧校花。校花懷孕9個月嗰陣，俾我打到流產。但嗰個令我執二攤做老豆嘅細路命大，竟然冇死。嗰個細路跟反我姓，天知道我係幾咁想整死林愛愛。佢嘅存在顯示住我嘅無能。好在呢個細路係個跛仔。隨住我年紀越嚟越大，公司開始唔再需要我，將我邊緣化。我越嚟越憤怒，於是每日都毆打校花同細路以此泄憤。有一日，我陪客去按摩，開車途中，我發現校花背住我偷食。原來佢早就受夠咗我，佢要跟佬走，我再都忍受唔到啦。當晚我將校花殺死，將佢條屍埋喺路家荒山入面。校花係孤人，佢嘅死冇引起半點社會波浪。我開始恢復單身，時間耐咗，我覺寂寞。有一回，我陪客飲酒，飲到胃穿孔，於是住咗院，喺呢度識咗而家嘅老婆。老婆係個護士，靚得嚟又賢惠，只可惜佢係已婚。不過睇喺佢照顧得我好好嘅份上，我仲係唔會嫌棄佢嘅。我有意無意透露自己百萬價值嘅房同埋唔係嘅車，於是我哋水到渠成咁喺埋一齊。但我慢慢估唔到呢個女人係個掃把星。我哋領證3個月都唔夠，公司就裁咗我氣死啦。為了令公司高層意識到辭退我係幾咁不明智嘅做法，我做出一個令我後悔終生嘅舉動，創業。係啊，喺呢個疫情嚴重嘅時代，我創業啦。當創業食咗60萬嗰陣，我就明白咗一個道理：我曾經嘅成功唔係靠我自己，好大程度係靠公司個平台。食咗錢，我想過賣車賣房解決問題，但我唔可以。村入面咁多對眼，同埋以前公司嘅朋友、上司、同學等等都盯住我丟唔起呢個人，我還唔到錢，焗住變成老賴。原本溫柔賢惠嘅老婆開始變啦，喐啲就話我裝模作樣。話我無能，佢話佢以為我啲車房係敷皮嘅，估唔到欠咁多。我再都忍受唔到，選擇殺佢。呢次我有咗經驗，我俾佢食咗安眠藥，佢瞓死咗之後，我威脅好下林愛愛殺死老婆。喺我策劃下，現任老婆如約死去。我將條屍塞入煤氣爐下面個舉，多餘嘅肉就放落煲煮。我自認為做得好好，卻冇諗過煲入面嘅水太多溢出嚟，令煤氣洩漏。千算萬算，我真係冇諗過我竟然會咁樣死法，好唔甘心。我真係好唔甘心。我曾係村入面唯一嘅大學生，但點解我嘅結局係咁樣？我意識逐漸模糊。臨死嗰陣，我並冇感受到好大痛苦，只係嗰一瞬間，我由出世到死發生嘅一切，好似放塊氣咁，喺我腦海閃過。我想我錯啦，我唔係唔甘心，我係後悔，係特別後悔。如果我唔係咁愛面子，將房車都賣晒嚟還債，或者我嘅日子會過得平靜而溫馨。我話真係唔應該殺人嘅。我想我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死，大概係校花同現任老婆對我嘅報復。我是罪人，我死後肯定會落18層地獄。臨死前，我真誠懺悔，對唔住啊林愛愛，係我害到你冇咗媽媽。對唔住啊可可，我都害到你冇咗媽媽完。